遮水，你有想讲互试看卖含梨花无？哥，我结婚啦！你拍大来个创啥啊？你要做四金莲呢？阿君啊，啊你咧？我咧有写剧本啦，而且阮妈妈无派角色给我。啊你也袂用像恁妹妹共款，甲妈妈讨一个角色。我毋是老古板，歌仔戏的本质甲重点一定要保留，啊无就无上歌仔戏啊。我为着出国欠的钱，拄好会当摕来替班咧做一寡代志。迄是你的西客啊！我已经决定无要出国读册啊。怀恩啊！你这少年人安尼啊？本来讲好今仔日爱甲进前徛的会哦顺顺的，走啦！阿君，我出版啊，结果你去当初出版，一定是有不敌你的苦衷。我一定要甲你斗相共。你是安那要替迄种陪做的人去做戏啊？佮带兵做下去，你是头壳歹去哦。阿妈，这过拢无咧厝咧行行咧。阿妈，贵人子牙头 OK，都做袂用的啦。短时间无看到伊啊，无想讲伊是破病。明班有没有做医药会准备当已经有人帮你结清了哦。贵人，这真是无面通来见面呢。13岁啊，你就会甲带入来班里。你今仔日有安尼，完全是你的栽培呢。